什么原则你知道吗？好了，买东西不管要买什么，好，我看到这里是我需求的，我有需要，好，那看价格。如果我觉得太贵，星巴克关掉100家连锁店。你这个东西能不能算便宜一点呢？劳力士也停产了。就是你讲这些，就是说你有意愿要买的嘛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要买这个东西，老板呢，他当下呢，马上就能够，因为我们觉得不合理了嘛。不提新型冠状病毒，新会疫情啊，2020年上半年影响经济的。那他不愿意降价，那我们也就算了，不要在那边跟人家喊价了啦，我们就到另外别家去买就好了嘛。对了，这就是我的原则。死亡人数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多。2020年8月份知道有死亡71万左右，确诊了大概2000多人，不晓得有没有记错，1000万人，检查出有病这么多。有1万家公司倒闭了，好可怕。